花西在地新闻，后来乡亲啊，咱继续要来讲，即摆有一寡防疫的假消息，赢飞。像这个奶最近就一直在传，因为惊这个病毒会透过水道水感染互民众，所以自来水厂特别增加氯的使用量，要求大家用水进前先甲新户规桶互沉底一个才来使用。自来水厂讲这是假消息哦。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 摕茶果新自来水，想要来兄茶，一个真普通的行为，在防疫期间敢唔对？网络封悬防疫期间，自来水厂呢在水中加入了更多的氯，所以在煮之前呢，最好先静置2个小时。讲因为加上侪氯伫内面，所以第一自来水必须要互这氯气散去，才会使使用。敢有影？冠状病毒它其实是比一般的病毒或一般的像那个所谓的大肠杆菌它那个更容易被那个氯气所那个把它活性降低，也就是把它杀死。常态的加氯其实就 OK 了。台水表示，目前按照环保署饮用水质标准，供水系统加氯、有效余氯拢维持伫0.2到1毫克。每一个地区所在伫台湾自来水的网站，拢会当查到1200册。尤其世界卫生组织将对一般病毒定出，伫有效余氯0.5毫克接触30分钟以上，就会当消毒。台湾拢有符合规定。我们的病毒，不是说它有没有可能进入下水道，而是说我们对于病毒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间，它所影响的传播力可能没有这么高。因为冠状病毒并不是以水作为传播媒介，袂随着自来水的传播。民众若是要喝水、用水，也是按照原本的习惯就好，免听信假消息。